你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新寶城中高層業主租盤，誠意首選想揾一位愛屋、好溝通嘅你入住行口新寶城，舒心開揚兩房，我哋希望可以為呢個家揾到一位愛惜佢嘅好鄰居，而且業主亦好好溝通㗎，你大可放心。歡迎你隨時預約睇房。先介紹一下我哋嘅空間，中高層視野，建築面積606尺，實用449尺大兩房，光極街，清雅裝修，給你一份寧靜的居家感，生活超便利。我哋位於一座核心位置，下樓即達商場與交通樞紐，2分鐘地鐵同巴士小巴總站、超市，生活機能一應俱全，環境舒適，落雨可行，商場經停車場直接上樓，唔會淋濕。平時地面噴水池，每一座都可以直接上樓，唔使經商場排緊隊返屋企呢。總返屋企感覺我最中意，誠意首選。關於我哋嘅核心考量，我哋最睇重的嘅係好溝通，珍惜空間。如果你係一位穩定、講誠信嘅租客，我們非常歡迎你的入住。本屋苑環境友善，亦歡迎有禮貌的無孩家庭。再講我全家人最喜歡新寶城嘅會所設施，確實比其他屋苑豐富，有包含戶外大型泳池、健身室、乒乓球、室內多用途運動場、壁球、網球場、高爾夫球、桌球、私人圖書館、音樂室、卡拉 OK、室內外兒童遊戲場、免費桑拿室及 BBQ 燒烤場、私人聚會室等等。除咗屋苑，鄰近戶外好多活動，想透透氣嘅時候，不遠處就是風景優美嘅海濱長廊同單車徑、運動場，無論是慢跑、騎單車或者傍晚散步，都能享受到城市中難得的綠意與海風。隨時歡迎你同我聯絡。